作客踢完聯賽杯，咁東方翻嚟主場旺角場，亦都翻去聯賽嘅戰線啦。咁喺翻主場出戰，亦都特別花心思啦。吉祥物就跟埋球員出嚟同球迷打招呼嘅。藍色衫嘅東方對住夢想晉級。上一場東方喺聯賽杯分組賽輸咗俾標準流浪，錄得今季首敗。但喺聯賽我哋仲未輸過㗎。巴域斯左路傳中，謝敏榮想話第一時間路高呢一腳碰入都冇用啦，越咗位先啦。上半場快上快落㗎，東方攻勢多，但係硬係爭埋門嗰一下，法圖斯又差些少啦。咁之後一個長傳嚟到，美路史拿域夠晒勤力，倒追得翻啦。擺靚個軚之後，左腳斬出嚟，盧高獅子搖頭唔中目標。對方嘅反擊，葉鴻輝跑出禁區阻止，哇！呢下碰撞真係紅得㗎，球證就冇俾到啦。對方具威脅嘅攻門就唔算太多嘅啫，姚浩明嘅罰球高出。咁徐德帥一初之後就俾落去美路史拿域度，美路史拿域拐兩拐之後左腳撳出嚟，巴域斯把握唔到啦，又係入咗都唔計數啦，企前咗的多。又轉翻過嚟呢一邊廂啦，福田建議接應直線，禁區外起腳力水唔多夠噃。上半場東方最接近嘅一次攻勢，迪高長傳靚啊，曾錦圖將波傳入中路，哎呀，美路史拿域近距離頂高咗啊！咁正如總教練楊正光賽後嘅評論，佢哋喺上半場攻勢多，但係入唔到波，就令到對手嘅信心強咗，亦都縮得更加後，令到東方難以破門啦。換邊之後就先後換入基奧雲尼同埋李康廉加強攻力。嗱，呢一球波就係李康廉交俾基奧雲尼傳中，遠處嘅徐德帥大腳抽高咗啦。踢咗成80幾分鐘都仲未入波，點算呢？唔使驚，換入李康廉嘅效果可以用立竿見影嚟形容啦。喺83分鐘就搞掂，睇多次啦，個波反彈就落正喺李康廉嘅前面，佢反應快啊，亦都快手門員一步一撥，咁就幫東方全取3分。徐德帥呢一下動作令到佢直接攞紅牌，東方嘅尾段要10人應戰。而對手嘅最後一擊，個波好似喺波子機度咁彈下彈下，結果彈咗出界。最後東方小勝1-0，重回正軌啦。賽程密對於我哋嚟講個恢復係比較困難啲，咁但係其實觀乎翻睇翻今日個比賽，其實比起之前嗰2場，我覺得係順暢咗好多嘅，真係把握唔到啫，即係可能我哋要係改善有個把握能力啦。呢段時間我都係去翻8-9成嘅狀態，其實嘅狀態都好好，只不過季初個可能始終我喺上年嘅傷患太多，即係傷得時間太長。令到我個信心可能冇咁大咯。咁今年起碼入咗2球啦，即係自己又有助攻，季初又有助攻又有入球，咁我個信心會大啲嘅。其實狀態我不嬲都有 keep 到好好嘅，但係個信心問題。但係而家嘅信心有埋嘅話，我相信會嚟緊每一場比賽都更加好。